大家好，我係貓哥啦，又開一個暫時喺我 channel 未見過嗰個牌子啦，咁就係叫 HKM 嘅。咁過往其實佢出過好多唔同嘅車噶啦，咁今次咧係 Sport Model，推薦俾我，喂，呢部車幾正，你有冇興趣開？咁我話有啊，咁你咪落俾借俾我啦，咁我可以拎出嚟睇，喂，睇完先知，喂，都幾正喎，好多細節位都有啦。咁啊，今集同大家一齊去開箱啦，咁啊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Pagani 嘅手工咧，可以話汽車工藝以及歷史上最著名嘅一個品牌之一啦。咁佢哋嘅手工亦都享負盛名啦。咁始創人 Horacio Pagani 咧喺腦海中咧去設計每一部車嘅款式，其實係喺陣容之中咧亦都最具標誌性嘅一個車款之一啦。亦都為佢當時喺成個系列入面脫穎而出嘅。咁呢部車咧當時只係做咗100部嘅啫。咁今次呢部車咧主要嘅設計咧係用喺公路上面啦。並令駕駛者可以喺一啲例如上去 track day 以及特別活動裏邊咧，可以感受到刺激同埋性能啦。咁今次喺車廂嘅設計方面咧，亦都用翻過往嘅Sonder R 啦，以及各樣嘢嘅。咁喺外部結構咧，亦都採用陽極處理啦，仲有全碳纖嘅效果啦，為呢一部車咧加咗一份奢華感啦。咁車身上除咗大部分嘅碳纖之外咧，更加有鈦金嘅死氣喉啦、鍛造車鈴、剎車碟等等嘅嘢啦。咁可以話係將精湛嘅工藝放喺呢一部車入面啦。咁亦都令到 Horacio 咧係對於呢一部車嘅工藝思想藝術嘅表達啦。咁除此之外咧，咁喺結構方面咧，同樣用上咗 AMG 嘅6.0公升雙渦輪 V12 引擎啦。咁馬力咧已經去到730匹㗎啦，令到呢部車咧無論喺賽道以及公路上都提供最好嘅配備啦。咁大致係咁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睇到呢一部車啦，咁首先多謝 Sport Model 去借出呢一部車啦，令我可以睇到唔同牌子嘅一啲款式嘅。咁今次咧 HKM 咧可以話係首次喺我頻道入面出現嘅車啦。咁喺可動嘅配件方面咧都比較多嘅，包括車門後面嘅引擎部分、尾翼亦都可以進行一個唔同嘅可動部分啦。咁今次首先講下呢一部車點解會有碳纖嘅結構先啦，用上一個叫做 Tapista 嘅一個價值16萬歐羅嘅一個配件啦。咁睇落好多錢啦。咁呢一個名咧，首先係來自於風之神嘅。咁裏邊嘅配件包括啲咩咧？就係眼見大家見到所有嘅碳纖部分咧，全部都係要額外加錢㗎。咁另外車咧亦都用上咗鍛造啦，壁咧用上碳纖啦，咁亦都再加上手工焊接嘅鈦金死氣喉啦，再減多3公斤啦。咁今次咧亦都可以用一個咁嘅比例咧，即係比64嘅世界咧，可以睇到呢一架價值超跑，即係價值1000萬級嘅超跑，可以用近距離嘅方法睇到每一寸嘅線條究竟係點啦。咁對比起法拉利嘅一種奢華嘅感覺啦，Pagani 嘅呢一部車咧係更加一種藝術嘅成分喺入面嘅。咁等一陣咧，我哋咧就會拆開嚟睇下，同大家去睇下整體嘅細節及佈局方面嘅。好啦，大家睇到呢一部車啦。咁首先我哋由車頭部分講起先啦。第一個部分當然就係進氣網嘅部分咧。大家睇下真車圖片同呢一個圖片就會見到咧，佢係用上全金屬嘅效果嘅。呢度咧令到我有驚喜嘅部分嚟㗎啦。咁啱啱都有講啦，價值16萬歐羅嘅其中一個部分係乜嘢咧？就係呢一個頭鏟啦。呢個經過咗加長以及巨大化嘅頭鏟咧，係會形成咗一個更加大嘅箭嘴形嘅效果啦，係會有少許嘅線條流失，但係大部分嘅線條依然有保留到啦。咁整體前面成個進氣系統嘅部分咧，日間行車燈嘅 LED 部分結構咧，依然有俾到你之餘咧，形成一個巨大嘅梯形設計咧，呢一度做得相當豐富嘅。咁至於嚟到車頭冚以及前端嘅部分啦，當然唔少得就係4個我哋叫做橢圓形嘅一個車頭燈嘅部分啦。咁呢一度每一點嘅位置咧都可以非常之緊緻咁做到嘅。咁另外值得留意嘅啦，當然16萬歐嘅第二個位置就係前面嘅呢一個位置啦。而今次嚟到 Vira 嘅部分咧，其實咧就係用上咗一個我哋叫做全光澤面嘅設計啦。咁用上 bearing bond 嘅效果嘅。咁水撥嘅位置以及水撥連接點嘅位置亦都有做到啦。咁呢一啲位置咧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最緊要係一啲我哋叫做進氣嘅疏氣嘅部分咧，增加下壓力線條嘅部分咧，呢一啲線掩位置咧依然係有做到嘅。
而嚟到側邊嘅部分啦，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今次有一個所謂嘅鍛造車鈴嘅結構啦，用上咗一個旋壓式嘅設計嘅。咁呢度咧其實亦都睇到佢有輕微嘅彎曲嘅，形成咗一個旋風嘅效果啦。咁頭尾嘅 offset 咧都係有唔同嘅。咁呢一啲位置咧 HKM 咧都有進行一個保留啦。咁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咁其實咧我最欣賞佢嘅部分就係喺整體嘅車身連接度，因為其實咧我哋成日講話做開合零件咧，好容易出問題嘅就係一啲我哋叫做銜接嘅位置啦、罅隙嘅部分啦，咁同埋一啲我哋叫做車身，因為其實咧 Pagani 嘅呢一部Huayra 咧最特別嘅地方，佢有一條線咧係由車頭嘅頭泵把一路伸延至去車尾嘅，中間嘅呢一條我哋叫做律動嘅線條啦，呢一啲位置點樣去銜接咧，可以睇到佢哋喺工藝上面嘅一個自信嘅表現啦，咁亦都可以睇到啦。咁打開咗之後咧，其實咧亦都睇到今次係一個海鷗式嘅設計嚟嘅，咁可以睇到整體嘅內部結構咧，可以話應有盡有啦。採用咗一個叫做灰色嘅皮籠設計啦，配上一個軚盤嘅金屬位置啦，仲有一啲碳纖嘅結構咧，可以話做足晒俾你嘅。咁呢一啲位置咧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咁喺關節嘅部分咧，我哋大家可以見到咧，其實整體嚟講咧，喺關節嘅開合位置嗰個我哋叫做順滑度嚟講，亦都係理想嘅。咁呢一啲位置唔會話令你感覺好似好難開啊，又或者好容易會令到佢覺得好唔舒服嘅感覺啦。咁呢啲位置亦都係可以做到HKM 喺呢一度咧，可以做得相當之唔錯。我自己比較欣賞啦，就係喺我哋叫做呢一個柱位嘅地方啦，點樣去表達呢？咁呢一度咧，亦都係睇得出佢哋喺工藝上面嘅穩定嘅。咁去到車頂嘅部分啦，咁車頂咧其實咧可以睇到咧，整體嚟講用上咗多片式嘅玻璃設計嘅天窗啦。就算有天窗之外咧，仲有後面有個小天窗嘅效果，後面嘅尾玻璃結構咧，全部採用分離式嘅設計啦。咁其實 Pagani 咧整體無論喺真車以及1:64嘅世界入面咧，都可以話係超級多零件嘅一款車嚟嘅。我哋就咁數俾大家聽啦，咁就咁計玻璃塊嘅塊數啦，1、2、3、4、5、6、7，呢度已經有7塊玻璃啦。咁所以你話佢哋喺工藝上面究竟要點做呢？咁大致係咁啦。咁非常之正嘅一個款式嚟嘅。咁我哋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首先第一點咧，我哋會睇得到側裙嘅結構啦。咁兩邊咧，亦都有一個進氣系統嘅部分啦，將氣流帶入去引擎嘅部分，呢一度咧係有做到嘅。咁呢一個碳纖嘅組件咧，亦都係喺16萬歐羅裏面包括嘅嘢啦。咁可以睇得出咧，今次咧HKM 咧可以話係一個我哋叫做揸乾每一滴嘅成本嘅效果啦。點解咁講咧？大家會見到咧，打開個引擎蓋之後咧，就會睇到機器嘅結構部分啦，就係呢一副 AMG 6.0公升雙 turbo 嘅引擎啦。係大家會話冇咗 AMG 嘅 logo， 但係其實有金屬鐵紙可以補嘅。如果真係好挑剔嘅朋友咧，可以真係去補購翻啦。咁成件事咧可以話畫龍點睛嘅效果啦。咁亦都睇到啦，多連杆嘅避震機嘅部分啦。咁呢一啲咧亦都係喺賽車科技入面擁有嘅一啲位置。當然啦，你俾佢睇得咁樣，維修費當然都唔平啦。咁另外值得最後一讚嘅地方係咩呢？就係喺死氣喉嘅結構部分呢。今次咧係採用咗我哋叫做金屬喉嘴嘅位置，呢度做到啦。而入面嘅管道部分咧，亦都有做到上色嘅，令佢做到更加完善啦。咁今次咧喺玻璃嘅結構部分咧，大家可以見到嘅係可以咁樣吸上去之餘咧，大家會見到啦。今次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有驚喜嘅部分咧，就係一個可以可動式嘅一個尾翼嘅結構。我開一個閂俾大家睇下，就會睇到噶啦。咁咧就會有一個可動式嘅地方啦。咁呢一啲咧亦都係佢過往咧 Huayra 入面最特別嘅一個設計工藝嚟嘅。咁包埋後面2塊玻璃啦，呢一塊玻璃包埋就8塊玻璃噶啦。咁你諗下佢究竟喺工藝上面究竟要幾成熟先做得到啦？咁大致係咁啦。咁我哋睇下車尾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尾嘅結構啦。首先我哋第一點咧，當然睇到下半部分嘅位置咧係用上咗大量嘅碳纖維位置啦。比起 Imola 咧喺呢一個位置咧更加簡約咗唔少嘅。咁呢一度咧亦都睇到係唔同時代嘅嘢做出嚟咧係會有少許嘅變化啦。進氣網嘅部分依然有俾足你嘅。咁另外啦，今次喺我就費事合埋啦，費事陣間跌啦嚇，就咁講啦。咁喺整體嘅車尾部分結構咧，其實咧可以睇到咧，
可以見到呢一隻蜘蛛眼咧係有啲唔同嘅，咁呢一個位置亦都有做到上顏色嘅部分啦。咁今次整體結構咧亦都豐富嘅，咁啊亦都值得講啦。喺整體嘅呢一塊零件方面嘅完成度亦都相當之高，喺貼合度以及各樣嘢咧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同埋佢係金屬噶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嗱，內部咧咁我就唔開俾大家睇啦，因為咧。啱啱到大個睇咗裏邊嘅結構啦，咁啊最緊要俾大家睇到整體嘅效果會係點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啦，進入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作為一部 CP 值爆標嘅車啦，咁今集呢，我會俾佢9.5分啦。無論喺設計、顏色、內部結構、細節、零件及開合度，仲有貼合度方面呢，可以話做得相當豐富啦。咁亦都睇得出 HKM 咧係交足貨嘅一個效果，去回應翻俾大家玩家啦。咁呢一個牌子咧令我諗起另一個牌子叫做 Kings Model 啦。咁啊，唔知大家對嗰部車嘅法拉利嘅印象係咪同呢一部亦都係一樣咁震撼呢？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睇下成部車啦，唔知大家對呢一部車嘅諗法會係點啦？歡迎大家努力啲去留言啦，咁啊幫下我手啦，推一推啲 view 數啦，咁啊記得俾個 like 我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啦，咁嚟緊會開啲咩車呢？未知道。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咧都會發布唔同嘅嘢啦。最後咧，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啦。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